旧历过年就咧要到啊，大家开始看年货。不过台东中央市场的店家说是发觉讲，今年来买年货人无过去遐尼济，认为讲这景气歹，也有网络买物件长时间拢是原因。另外，这台东的春节过年，员工可能嘛真稀微，大部分这饭店的订房都是干那5成。 台东市的中央市场已经把各种过年会食的汤仔含饼菜出来，互民众会当买回去，准备后礼拜的过年。不过有店头已经有感受到今年的买气无用过较好，有店家认为讲是景气歹，才互来传统市场买年货的人较减。今年景气可能没有说很好，这样。因为即摆人为种网络迄个啊，采购啊迄个啊，所以讲差价差介济。 菜大做生意的嘛讲，今年人客来买年货的数量嘛较少，期待后礼拜会出现较侪人。另外，台东饭店的订房率即马提升的状况嘛真慢，大部分的饭店拢有5成的空房间，不过嘛有饭店提早开放过年的预订，订房率阁算袂歹。 我们认为这跟国人出国旅游的人数持续增加有很大的关系。去年10月份的时候就开始有先提前做一波的操作跟订房的一个部分，大概都有来到90%的一个情况。今年旧历的过年有9天这么长，台东的年货买气含旅馆业即马也无讲真热，业者当在想办法，要互过年的气氛更较高一寡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